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8，箴言17章9节安尼讲：袂记得人的过失，会得到友好的回应。代志豆豆念，会互亲密的朋友疏远。三甲来祈祷，哀怨袂记得人的过失，拄代志无豆豆念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你是疼的源头，也是和平的君王。你满有恩典甲怜悯，无照阮的过犯来款待阮，也无照阮的罪孽报应阮。主啊，你一遍搁一遍赦免阮，接纳阮，搁用无比的疼来扶持阮。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求你教示阮，学习你的赦免，亲像你借着耶稣基督压砍阮一切的罪，互阮通因信称作义，也互阮会通用仁慈的心去对待身躯边的人，因为疼会通压砍过犯，用精神来建立信任，用疗愈来恢复关系，互你的疼踮伫阮的内面，通应显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